歡迎收睇《俊宇鐵路迷》，我係你哋節目主持人俊宇。今日你聽下呢個聲音，雖然呢個唔係港鐵拍嘢嘅聲音，不過呢，今日我哋講嘅啱啱好係港鐵。首先，如果呢你要由屯門呢去海怡半島，你需要呢搭屯馬線去到美孚，之後轉去金鐘，再轉南港島線，就可以去到海怡半島啦。不過你哋仔細觀察一下，有好多架列車嘅。我今日主要講屯馬線，佢可以去到嘅路。首先呢，屯馬線呢，天水圍、兆康、屯門、元朗都可以轉乘輕鐵。昂坪呢，你要行咗去。不過呢啲地方係直接轉嘅。首先呢，輕鐵主要呢有751、70啊、705，有761P，我講錯啦，761P、705嗰啲啊，之後614、615、610、614P、615P， 我讀唔晒啊！你自己查啦，我到時都會拍嘅，你而家揾唔到啫。嚟到啲，而家呢度我哋南昌轉乘東涌線，東涌線又可以轉到機場快線。佢哋之後呢，柯士甸九龍。佢哋連接嘅係香港西九龍，唔係講錯咗，嗰個係九龍，我睇穿咗西九龍。你可以轉乘東鐵線去會展，即係去金鐘，有好多條線轉。其實之前呢嘅東鐵線係去唔到會展同金鐘。佢以前最好都係去紅磡，太多啦。其實呢，觀塘線呢，佢同屯馬線嘅交接點，一個係何文田，一個係鑽石山嗰棟會鑽石嘅下。之後東鐵線佢都有兩個。一個係大圍，一個紅磡，有好多線屯馬線你連接唔到，例如機場快線，雖然佢可以，好似都唔得，雖然佢可以轉到荃灣線，嗰個觀塘線，之後東鐵線、東涌線，其實有啲尖東呢，佢都會有個連接位啊。尖沙咀連接位。今日都完啦，可以咁再見。拜拜。